过年的刷卡期已经结束啊，往来两岸的人客拢正常咧上班啊。中央应变中心是表示讲，这个防止非洲猪瘟过年期间为2月7日到7日，伫机场啦、港口总共是裁罚违规炸肉品120万的，总共有16件，其中呢外国人有11件，有7个人无纳钱被拒绝入境，其中有一个是以色列的人客。 原本担心春节期间地这疫情可能扩大，但是农委会召开记者会，表示拢在控制当中。总共有11件，它是拒缴，所以我们就是拒绝它入境那有9件呢是就是缴了罚款而入境。 春节期间对2月7日到2月7日违规炸肉品总共开罚20万有16件，外来人士开罚20万有11件，其中拒绝缴罚金的有7件。 中国非洲地这疫情有25省，估计3月份、4月份疫情可能会进入高峰。防止地这另外一个重点，即大批市场目前市场无检疫，嘛无专用饲料有582场。 过年之前，我们就说针对这一个部分，我们会加强查缉。那现在的话，这582场的话呢，我们会跟地方的农政单位跟环保局会加强查缉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再去了解。农委会讲，原本依照地方环保局会不成立法来开发，但是即摆乃会变成敢若查无法，比自己真做防疫的老胖。不过农委会即摆佮改讲表示会加强，会同地方强力开发。